眼泪女王第2季预告，导演你明年就这么拍，我都帮你想好了。90岁的贤佑拖着病体，最后一次给海人献花，可他却没有一点离别的伤感，因为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原来贤佑早就知道，他和海人的爱情是可以轮回的。 因为曾经有外星人告诉过他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，就是如果你这一生能一直深深爱着一个女人，直到生命的尽头，那么你们的这段爱就能开启轮回。因为不管在几维空间，爱都是永恒的。果然，当贤佑用尽最后的力气走到他和海人约定的地点时，神迹发生了。贤佑忽然感觉自己90的身体瞬间年轻了。 此时的贤佑明白了，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时光隧道关闭前，用最快的速度跑过所有曾经的岁月。只要抢在他与海人相识的原点，出现在海人的身边，他们的爱就可以轮回了。友谊达到理想不太易，只有信心，鬥志卻抑止。誰人定我去或留？